我等奉北平王爷之命，特在此恭迎二位将军。我们乃是皇上钦定，前来北平府任职大帅和副帅。按照我大隋礼节，理应打起一仗，10里相迎，城中敬接以待。王驾千岁，已在府内等候，为二位将军接风洗尘。爹爹，像那北平王罗毅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这点礼数都不懂啊？太不懂事了！爹爹，北平府从来就没有进阶仪仗的规矩。将军若是嫌弃我北平府迎接不周，大可朝我杜文忠一人来。但你要说我家王爷，我杜文忠第一个不能忍让。一个小小棋牌官，也配跟我这样说话？你不懂得忍让是吧？那我教你怎么忍让。哎，那个如此无礼，干什么？打架呀！你们北平府不进阶的规矩，本少爷又来改一改。老东大路不开，撤！不开！北平府的地盘撒野！你谁呀你？啊！爹，住手！二叔，爹，救我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年轻人，是不是出手太狠了点？乱我北平府主，杀无赦！想必你就是北平王之子，罗少保。正是。管你是谁，敢挡我的路，我要杀了你！爹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既然罗毅管教不好儿子，那就由我替他管教你。那你就试试看。退后！杀了他！爹，有寒面银枪鞘罗成之称。
你是谁？郡主，郡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我父王派我来的。罗少保，我想这其中定有诸多误会，还请少保多有见谅。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！是。你敢？你们好大胆子！走，郡主，爹！五回将军，我想北平王伯父一定会秉公处理的。走！放开我！走。父王，我护送商队回来，碰到了武安福大闹北平府，我把他带来了，等待父王处置。哼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刚刚赴任，就敢在我北平府撒野，老夫斩了他！王爷，娘，我回来了。一点事儿就吹胡子瞪眼的。我看啊，这也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们已经给了他们下马威，谅他们也不敢兴风作浪。你呀，也不要将此事闹大了。娘说的有道理，父王，谅他以后也不敢怎么样。好吧，就暂且饶过他的性命。这样，咱们出去会会他们。玉儿拜见北平王伯父。玉儿啊，咱们可是好久不见了啊！哎，都是误会。来人，快快速马。是。老实点，在这待着。别出声。老实点。我要去看二哥。左臂有伤之人住在哪间？楼上。
大人，大人，您这是找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有做啊！你是何人？小的是名捕快，奉命押解这个犯人。一个不留，杀！快上吧！好，过来！正当秦琼被金蛇卫四处追杀、流落之时，程咬金却在汝南庄大吃大喝，无所事事的混沌度日。程母心里有点不踏实。来，你吃啊！哎呀，这肥！哎呀，都给你留着，你吃吧。哎，慢慢吃。好。娘，有事儿啊？歇会儿再吃。哎，听娘的啊，娘是纳闷儿啊。你看看咱们娘俩啊，到这个汝南庄也有数月了吧？是。你看人家尤兄弟对咱们，哎呀，好吃好喝好招待呀。是啊。可是娘就纳闷儿啊，他为什么还不提出来说让咱们干点什么？啊？哎呀，这俗话说啊，拿人家的手软，吃人家的嘴软呐。你说咱们就这么白吃白喝下去，这不成啊。娘啊，我跟这个尤俊达这庄主啊都拜过了，他的事儿就是儿的事儿，他让儿掉脑袋，儿就掉脑袋。娘就是想让你去问一问，问到他们究竟怎么想的。他让儿做什么，儿就做什么，这就对了。吃吧。哎。娘吃吧。吃吧。我吃点，我一会儿过去问他啊。娘，你慢慢吃啊。儿问完了再回来啊。慢点走。庄主，程大哥来咱鲁南庄都好几个月了，可劫黄冈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可一点都不知道呢。哎，我何尝不想跟他讲呢？可是每次看到他乐呵呵的劲儿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若是孤身一人也好，不还有个老娘吗？倘若真出了什么事情，怎么能对得起人家？你如果觉得他可以，还不如先试试，哪怕先试试他的武艺呢。兄弟，哟，哥哥，兄弟，吃好了，吃好了，哎，吃好了，吃好了。走。不是哥哥说大话，这从小到大，这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，哥哥我全吃遍了。说真的，吃来吃去，还是你庄里的那些饭菜最合哥哥的口味了。哎，哥哥饭量也大，使劲吃。哎呀，兄弟啊！哥哥在这儿白吃白喝的，这心里不落忍了。兄弟，有用得上哥哥的地儿，尽管说。那成，哥哥，我就不瞒你了啊。咱俩兄弟这个结拜，一来呢是我敬重大哥，不怕死，响当当的一条汉子。二来呢，兄弟我也想向哥哥讨教一些武艺。武艺这菜我可没吃过呀。这哥哥他不是菜啊，武艺啊就是练把式。把式？把式是什么？打架。来，打我！哎，兄弟，这个不行，我不能打你啊，兄弟。哥哥，你要是再不出手的话，我可要先动手了。哥哥，我可真打了。打！小静，
我娘叫了。妖精！哎，娘！哎呀，儿啊，你带娘和你兄弟，我们娘俩是无以为报。娘想啊，你这个哥啊，虽然没什么本事，可是他有一身力气啊。你要是不嫌弃，你就教教他，给他教一身武功，兴许他能帮你。哎，兄弟啊，哥哥我就是聪明，一教就会啊，你教我学。我听见没？爸，娘，那就依您的。哥哥，哎，那跟我走吧。哦，俺娘，我去了。这就好。哥哥，哎，来，这就是我汝南庄的兵器库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兄弟，这太多了呀！哥哥，挑哪个呀？挑一件适合你的，挑一个，挑一个。哎呀，看看，哎，这不行。哎呀，还是这个。我也觉得斧子适合你。哎，兄弟，靠边站。啊，好。哎，哥哥，怎么样？别练，功夫了得吧？了得，怎么样？兄弟，太轻了哦。哎，哥哥，哎，你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在我的府上有一把八卦玄化大斧，奇重无比，沉积了很多年。我这就叫人拿来咱们看看。好啊，兄弟，走，好，越重越好，走。哎呀，哈哈，这个好啊！哎呀，好啊！不瞒你说，这把八卦玄化大斧啊，是几年前的一个冬天，一位老人家卖给我的祖传宝。跟着这斧子呀，还附送了一本符谱。符谱啊，所有的招式都记载在符谱上了。这么薄啊？哎，你看写的。小兄弟，这写的是什么呀？这都写。哦，哥哥，你就看这画就行了，画的都是招式。你看这小人，招式。好，兄弟，从明天起，哥哥我就去小树林练斧子了。哦，为何要到小树林中去练呀？小树林好啊，你这施展不开呀。哦，有道理。哎，兄弟，你过来，让我劈你一下。劈我干嘛？哎，我不劈，还是去小树林中劈树吧。哎，我去了。哎，好。慢点哈，哥哥。休息一下，过来，蹲下，你给我老实点，再让出声我就要你的命。进去吧。来，这边啊，这边。二位爷啊，咱这客房啊，不说别的，这华里县里啊，独此一家，这可是环境清幽，样样俱全。来，好，拿着。哎，就这件吧，就这件。哎呦，放心吧，大爷，您就在这安心住下吧。老板娘。我哥哥身体虚弱，需要好生静养，你一定要好生照顾。好。这是药方，要按时为我哥哥煎汤熬药。拿着。哎呦，放心吧，这位大爷，我一定会好吃好喝好伺候，好生啊照料这位客官。多谢。
这说来也不怕您笑话，我呀是最会照顾人的了。保证不出几日啊，就让这位大爷红光满面，精神饱满。那就有劳老板娘了。一定，包你啊满意。那二位爷就先歇着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你快走吧，二哥，你没事儿，你快去吧，早去早回。二哥，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让我怎么能走啊？快去吧，不用担心我。好吧，二哥，那你多保重。交完公差以后，我马上回来接你。行。哎，路上小心啊。没事，去吧。那我走了啊。好。起来。老实点，跟我走。快走！客官，给您送饭菜来了。进来吧。客官，给您送饭菜来了。那个，这是鸡大腿，您就趁热吃吧。先放那儿吧，我一会儿再吃。这个，客官，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这您来了几天了，是不是把那个房钱给结算一下？你瞧，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稍等啊。你看，这些够不够？够了。这要不是一天一个价，哪能呢？哎，对了，等等，给我的马多添些草料，别把我的马饿着，行吗？知道，他天天吃着上等的草料，说实在，比我吃的都好。多谢啊！走了啊，多谢，趁热吃啊。进去，我得想办法拖出来。哎呦，客官，你怎么大晚上的来这儿啊？夜里睡不着，过来看看。您看这马肥的，要不我给您掌着灯，您进去看看。
就别客气了。哎呀，客官，这晚上啊风可大，多加点衣服，别冻着。我这就回屋去。俗话说得好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呐万事难。客官呐，要我说呀，还是再加点草料吧，不收您的银子，放心喂吧。夫人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你看，看，哎，行啊，不错呀。那还不是夫人调教有方嘛？嘿，这就对了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哎，对。我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银锭子啊！一人独对孤月，这个意境虽美，却是愁绪满怀呀。眼见天之无穷，人之渺小，却依旧会自怜感伤。世界再大，人要面对的终究是自己。其实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。我看出来了。你还看出来什么？我还看出你是因为躲婚而从家里逃出来的。有很多事情你逃是逃不过去的。你虽能躲过一时，但它依然还在。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你的躲避而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。只是这皇命难违，不是不可以改变。你乃皇室中人，皇命也都是为你们子女着想。若有何不妥，你为什么不坦诚不公的把事情讲清楚？以你父王的势力，就算是把这门婚事给推掉，皇上也奈何不了你父王什么。那我就回去和父王好好说说。你别急，你先在北平府住上几天，到时候我让成儿把你送回去。走吧。客官，我这样有点小事儿，不好意思张嘴。可是这不说呢，我这又……没关系，但说无妨。好，客官是个痛快人，那我也别藏着掖着了。这外面的东西啊，是一天比一天贵，所以……不要说了，我明白。先交钱后住店，合情合理。对，我给你拿。哎呦，客官，世道艰难，要不是实在没办法呀，我是绝对不会开这个口的。怎么了？我的银子没了。什么？我银子不见了。客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
在我的店里丢了银子。我的银子，我银子明明放在这儿，现在不见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偷了你的银子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可是我的银子明明放在这儿，怎么现在会不见了呢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以后谁还敢住我的店呢？王小二，给我进来！这位客官说，在咱们店里把银子丢了。啊？说，是不是你给拿了？我偷银子？你干这事儿？我王小二一生清白，从不贪恋钱财。这位客官，我问你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拿你银子了？哎呀，我没说你偷我银子，可眼下我的银子不见了，你说这急不急人呢？哎呦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不行，一定要报官，我得让官府衙门给我做主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哎，对，就是啊，千万不要报官，为这么点小事儿，不知道我兄弟过2天就来接我，到时候会带上银子过来的。店家，你就宽限几日，我兄弟一来，这银子一定会还上，行吗？可以。我这一看客官啊，就是实诚人，以前出手啊也挺大方的。好，我就信你这一回。啊，是不是这2天就给我银子啊？好，那我等着啊。哎，快点煎药去。好。您歇着啊，不打扰了。快！这位，胡哥，咱们为什么不走大路啊？够匪！你不知道后面有人追杀吗？快走！客官，哎，不吃，还挺金贵的嘛。客官，醒醒，醒醒，哎，醒醒，哎，你看他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哎呦，这么烫啊！啊，发热！哎呦，你可不能在我这生病啊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弄碗姜汤给他去风寒呢。在我店里病了是怎么回事？我这就去啊！我没事，不碍事。可能是偶感风寒，咬咬牙就挺过去了。这要是挺不过去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说客官，你没家吗？这在外面住店可是要花银子的。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是谁让我半路被毒蛇咬伤，差点连性命都丢了。郎中让静养，我只能住下来养伤。哎呀，我说客官，你的兄弟是不是把你给忘了？不可能，我和我兄弟是过命的交情。哎呦，你还信交情啊？你呀，听我一句劝，赶紧回家去，谁也别信，信自己，信银子。哎，你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啊？可以先当了，有了钱再赎回来嘛。我身上确实没什么值钱的。那是什么？那是对钱，是家父留下的唯一一点纪念。这些年跟着我走南闯北，
再赎回来的嘛。哎，你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啊！有事你叫我啊。按说呢，当铺不收兵器。如果你实在要当，那就10两银子，不能再多了。什么？10两银子？怎么，不想当是吧？不勉强，不勉强啊！别，当，10两就10两，10两总比没有强。纹银10两，当票1张。好。发现可疑之人，格杀勿论。是，哎，夫人，当家的，这棒子当了多少银子啊？10两。10两，这10两也就够他付这几天店钱和药钱的。这以后怎么办呢？店家，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店家，你就宽限几日吧。好了，不用说了。这样吧，这10两银子就当您付了之前的店钱和药钱。我们又不是开善堂的，要是所有的客人都像您这样的话，那我们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我刚刚给你银两，你还要咄咄逼人，真是欺人太甚了。那你想要怎样？你可以再住1晚，明天一早必须走人。可是我的身子，我重病在身，无法行走啊。是吗？那您就再弄50两银子，我保证好吃好喝。哼，要不然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哼。你我亲如骨肉，如今就要分离。你曾陪我踏过黄河两岸，肩打3州6府，你是何等威风，何等豪迈！黄彪，怎奈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兵体缠身，让你连颗草料都吃不上，陪我忍饥挨饿。无精打采的，肯定是病马。就这马还牵出来卖啊？你看那卖马的人，跟丢老人似的。估计这马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请问好汉，此马你要卖多少钱呢？此马无价，你说个价便是。嘿嘿嘿，卖马嘛，
他总得有个价儿啊。好汉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。这样吧，我出纹银100两，如何呀？这是纹银100两，好汉收下。这马我牵走了。这50两你拿回去吧。这是为何呀？好像善待子马。好汉放心，告辞。就黄彪，好汉放心，告辞。就黄彪。哟，大人，真是巧啊！没想到在这儿又遇到了您。您要找的钦犯抓到了吗？你不走大路，走山路辛苦啊。是，这不是为了防范罪犯的同伙吗？你们跨界抓人我不管。大人，你要找的那个黄脸汉子，他叫秦琼，前2天他受了伤。你们是一伙的。大人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上！想跑？快点！庄主，李冲知错，求庄主饶命啊！李冲，你可知你犯了何罪？死罪！知道是死罪，你还敢去犯？求庄主饶命！求庄主饶命啊！我等虽为绿林，却也有3大律例不得触犯，你可记得？记得。1，不得劫贫劫轻；2，不得淫人妻女；3，不得劫盗私贪。你此次结相难道，竟大胆贪色淫人妻女，又妄图私藏赃银，3大律例触犯2条，你还想让我饶你性命？李冲一时糊涂，铸下大错，求庄主念在多年兄弟的份上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庄主饶命啊！求庄主饶了李冲吧！正因为是自家兄弟，才更该杀。
身为绿林13省的总瓢把子，掌管整个绿林岛。若是包庇自家兄弟，这绿林3大律例还有谁来遵从？一人轻，则天下轻。带下去，斩！庄主，谁在求情，杖责100。庄主饶命啊！庄主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明日发丧，厚葬李庄。派一个人专职侍奉他的父母双亲，如有所需，随时回庄值班。请庄主放心。大小姐，剑练的可是不错呀！哎呀，金四爷，听说你花了100两银子买了匹良驹，在哪儿呢？让我瞧瞧。大小姐，请。哦，就这匹马，我看连10两银子也不值嘛。对呀，这马根本不值嘛。不值。小子，这匹马呀，可不是一般的马。这匹马叫黄骠马，又叫千顶甘草黄，可日行千里啊！哦，这么厉害！哎，那我试试。大小姐，千万不可，此马很烈，刚买回来，还没有驯服，万万不可呀！大小姐，你又在胡闹了。呀，没有，金四爷买了匹良驹，我帮他试试罢了，是吧，金四爷？对，大小姐说的对。你呀，是这匹马吗？对，庄主，正是此马。金四爷，这马你是从哪儿买来的？华县马市。庄主为何？这马好像是我秦二哥的马。买马之人是何相貌？那人身高8尺，细腰长臂，双肩抱拢，面似淡金，眉分8彩，目若朗星。不过看似患了病，神采不佳呀。没错，正是秦二哥。想他定是遇上了什么难事，要不然也不会买马。来人呐，通知所有客栈、店铺，发现秦二哥立刻报来。是，过来。这个秦二哥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怎么让我哥这么紧张？大小姐有所不知啊，这位秦二哥乃是历城县的一名马快班头，捉拿降马甚是勇猛，我们好多兄弟都犯在他手上。啊？没错，当年文武状元王伯当看不惯朝廷污浊，弃官挂印，在少华山当起山大王。要是我们绿林有个规矩，就是必须要完成庄主所派的一个任务。对，王大哥的任务就是杀了秦琼，为兄弟们报仇。啊？那后来呢？后来，王大哥到了历城县，却一病不起，身无分文。躺在这儿就是要怎么这样啊？受伤了。敢问壮士，尊姓大名？我乃历城县一马快班头秦琼。那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王大哥病愈后，小弟深受恩惠，欲将此匹宝马赠与哥哥，还望哥哥笑纳。不当贤弟，快请起。
此话差矣。叔宝何德何能，怎能收此良驹呢？行了，多加保重吧。 说自己下不了手杀秦琼，并将秦琼的所作所为告诉庄主。庄主甚为感动，还说秦叔宝乃是胸怀大义之人。没错，后来庄主还特意发下陆林送子令，但凡陆林众见秦琼如见庄主。啊，咱们二贤庄的聚义厅还挂着秦爷的画像呢。不过我们俩也不怎么进去，所以也没见过。这个秦二哥这么厉害。 有机会我一定要见见。小马童，这不就是驻我店里的工本吗？赏于500呀！ 三虎兄弟，二哥，我们赶快走。好。我早就知道你偷了我的银子，害得我穷困潦倒，当街卖马，今日还把我出卖给金蛇卫，你等奸恶之人，该死！车船垫脚牙，无罪也该杀。我打死你，怕脏了我的拳头。二哥。 先坐一会儿，来，小心。二哥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
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的黄标马呢？可恨的店家偷了我的银子，成了身患重病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身无分文，当了我的书童剑，卖了黄标。二哥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早说，我当时就杀了那对狗男女。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帮你找回来。二哥，二哥，哎呀，二哥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先把你的伤养好。我们往前走，找个地方歇息。道士，二位，这是我兄弟，他中了蛇毒。快去喊师傅来！是，里面请。二哥，多谢。当心，慢一点。道长，您看我秦二哥他怎么样？也不大碍，他只是伤口有点溃烂，有些发热，退了热也就好了。秦二哥，敢问壮士，你刚才管他叫秦二哥，难道他就是山东济南府小牧场秦琼秦叔宝？正是啊！哎，赶快去通知单二爷，就说秦二哥已经到了三元观。是。就是这儿啊！秦二哥，秦二哥，二哥，贤弟。单贤弟，山童知罪也。贤弟，何出此言？来，快起来！二哥，在我单某门前竟受如此大苦，是我的罪过。无量天尊，既然大家都是自家兄弟，就别那么多繁文缛节了。秦二哥，贫道徐记、徐茂公有礼了。久闻徐道士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仙风道骨，是乃三生有幸。多谢徐道长，治好了我的病，医好了我兄弟樊虎的伤。多谢。哈，只要秦二哥和樊虎兄弟能够好转起来，我等方可放心呐。二哥，伤得如何？让我看看，严重不严重？不碍事，这些伤如今都好了，莫要担心啊。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秦二哥。这个小丫头是谁啊？陆州二贤庄单莹莹，见过秦二哥。秦二哥，莹莹，你来了。魏道士开的五服药都已经吃完了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你看，这不是好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今天二贤庄啊，可有一件特别的事等着你去参加。哦，二贤庄有特别的事，什么事啊？你去了就知道啦。跟我走吧。秦二哥，是这样的，
我哥啊对您十分敬佩，打算同您结拜为兄弟，也就是说磕头拜把子。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呀？钱二哥，不知你可否还记得小弟？当然，当年钱二哥救我一命，庄主念你二哥仗义，特命人画了画像。哦，命我等各地瓢把子见此画像，如见大哥。多谢。我大哥想与钱二哥一结金兰，不知钱二哥意下如何？秦琼，求之不得。吉时已到，钱二哥，单庄主，请。一拜皇天，二拜后土，三拜桃园三圣人，请盟誓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今我单雄信，我秦叔宝，愿以桃园为发，义结金兰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福祸共享，肝胆相照。如为此事，人神共诛，天地不容。钱二爷，单庄主，请干此酒。恭喜钱二哥，恭喜单庄主。阁之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贤弟，不必多礼。金爷，好生善待此马呀！郡主，记得替我们向靠山王问好啊！一定。成儿，路上一定要照顾好郡主。是。你们俩一路上要小心啊。嗯。那玉儿就告辞了。成儿，记得到了，来个信儿。知道了。出发，驾！你我素不相识，何须见面就行此大礼？哼！快起来吧，蠢货！你说谁蠢货？
我说他呀。小白脸的，我这。罗少宝，他根本不是你的对手，让他走吧。哼，还不快滚，笨蛋！哎，还不快跑！少宝，这里已经是山东地界了。白大哥，你快马先行，前往东周王府，说北平王之子护送玉郡主回府，2日之内到达。嗯，放心吧，少宝。撤！大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事。二爷在吗？在屋里呢，要不要我给您请来？拿点高烧药。好重啊！哟，哥哥，哥哥，你这怎么都全是血？谁欺负你了？谁敢欺负我呀？啊，哥哥，我眼睛一瞪啊，这黄河的水就得倒着流。谁他娘的敢欺负我呀？哎呀，啊，兄弟啊，这牛瞪我一眼就走了。可能谁吹他了？啊，不是，许是不爱听了吧？不是不爱听。哦。可能是知道谁欺负哥哥了，去找他去了。来，别听了，再说。兄弟啊，他知道谁欺负我了？许是吧？神牛啊！神牛，咱庄上有好几头呢。哎，这不是练功去了吗？哎呀，来，慢点，来，先坐。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呦，我把这个，哥哥，我知道，你得先让我起来，哥，你能让我起来？对，好，你慢点啊，我很快，地着，哎，你把我这跑，哎，好，来，哥哥，你先跪着，对，你先跪着，嘿，来，哎呀，1、2，哎呀。哎呦，好，慢点，腿，哎呦，哥哥，你这是怎么弄的呀？兄弟啊，哥哥我不是在练这个刀枪不入的气功吗？哦，刀枪不入，我怎么看着你这个好像全入了？我这个一憋气，这个腰带就折了。哦，腰带，这腰带一折，这气儿啊不就跑了吗？这刀和枪啊，它就都进去了。哥哥，可是兄弟记得，哥哥用的是斧子，那斧子砍上去是一道白刃，我看你这么多眼儿，枪扎了吧？兄弟，咱上不是有个钩吗？哥哥这一抡呐，这个钩啊，都把哥哥这儿给划了。哦，自己扎的。哎呦，哥哥你太不小心了，自己扎了20多个眼儿。兄弟啊，这门怎么开呀？这吹呢？谁吹的？不是你，风吹的。哎呀，兄弟呀，哟。
哥哥，你怎么还哭上了？兄弟，哥哥委屈，我委屈，我知道委屈，我知道。你告诉兄弟啊，谁扎的？小姑娘扎的。小姑娘扎的？是啊，我看见小姑娘啊，扎这小辫，小姑娘卖身葬父，可怜呀。每次哥哥见着就想哭啊。哦，知道，之前跟兄弟说过，小姑娘卖身葬父。是呀，扎。不哭了。不哭，哥哥，可怜呐，兄弟。哥哥，要兄弟说呀，以后这个功，咱们不在外面练，咱们就在家中练了，兄弟啊，以后啊。哥哥练功啊，就在这屋练，对啊，安全。上外头练啊，容易让人家把这武艺偷了去。那可不，刀枪不入，神功是不外传，不外传。把这些带尖的兵器啊都收起来啊！为什么有枪？明白了，明白。父王，宇文成都带花轿贺礼要来迎玉妹妹进宫，可是眼下尚无玉妹妹的消息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吩咐下去，玉儿出走的消息不可泄露。至于宇文成都，先稳住他，然后你们再多派些人马，速将玉儿寻回。是。宇文将军到。宇文成都参见王家千岁。我奉皇后娘娘懿旨，迎玉郡主进宫完婚。凤冠霞帔已经备好，花轿在门口等候。好，宇文将军旅途劳顿，玉儿与晋王成婚，乃我登州府大事，不可仓促而行。宇文将军且先在府上休憩几日，待玉儿准备周全，方可启程。是。先生，我来府上已经住了几天，不知玉儿她……贤侄啊，莫急。小女玉儿自小与我感情深厚，不曾分离。这次是出嫁。况且老夫又是第一次嫁女儿，总怕遗落了什么，所以还望贤侄再耐心等些时日。千岁，我并非此意，只是我在府上几日，却未曾见玉郡主一面，敢问这是何故？站住！干什么呢？请两位回下，有要事禀报王爷。贤侄，小女玉儿明日4时即可跟随将军启程。你怎么来了？奉懿旨，接你进宫，与晋王完婚。父王，玉儿此次回来，就是来跟父王坦白。玉儿纵然一死，也不愿意嫁给晋王。求父王恳请皇上收回成命。来人，速将郡主带入内房，洗漱更衣，即可启程。
皇命难违，你先上轿，等会儿再说，行吗？不。 罗少保，此乃是皇命，与你无关，你休管闲事。哼！如果圣旨皇命有悖民心，那我罗成就算是违抗皇命，又有何不可？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，你也说得出口？ 那我就替北平王管教管教你。放下！你这是做什么？郡主，你不许胡闹！把他放下！父王，你若再如此苦苦相逼，玉儿只能一死了之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把剑放下，听话啊！父王，你就成全女儿吧。 王驾千岁，您身为大隋的靠山王，这大隋的半壁江山是您一手打下来的，您与圣上又是同宗兄弟，您真的忍心看到您心爱的女儿含恨而死，而不去劝圣上收回这差强人意的圣命，救下郡主吗？ 千岁，成都认为这也不失为万全之策，请您斟酌。父王，父王，罢了，为父随宇文将军一同回长安面圣。 将这门婚事推掉。殿下，司马欣突然不知去向，臣派了几批人马去找，都没找到，恐怕已经凶多吉少。殿下，我儿成都想亲自出马了解此事。不可，袁公子盖世无双，不可轻易离开京城。 再有，皇上问起来，如何应对？那怎么办？总不能熟视无睹、不管不问吧？
此时我生魏罪长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李渊被贬，那几个王爷都老了，太子孤掌难鸣。当务之急，先废了他的太子位，剩余的事情都好说。殿下，我儿成都掌握京城兵权，殿下可以放手来做，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啊。兵权是个好东西，但是运用不当，有时候倒容易要了自己的命。殿下请放心，我宇文一家对殿下忠心不二，苍天可鉴的。